下。夫人，俺小姐怎么晚不响嘞？小姐讨问的苏长你，说去请啦。老黑呀，金色金空当年子，庆万岁，家业我上中去，实在您家宽得清，见少年天子真风流，我有意将儿女成居为王，今恰关中是奉金儿，但愿得花好月圆一相对，龙凤姻缘天长地久。母亲，他许的可好呢？好，好，好，徐明君以后就长期留在府中使用。哦，夫人啊！小举动去赴宴，是逃了陈军。母亲，快走吧。母亲，平君一起去的。哎呀，陈军你好不懂事，徐明君他怎能去呢？走吧。
对老僧领路，老子公不必心急，姑王我要到此走走。此老僧高抬。明月呀明月，你怎知故的心去落还在
的君王身，再度人我是传兵相为兵君女，怎能忘奉献道上居我身？梅花样草堂水小路忽暖，怎能忘清风呀他送与阳刚，光恩爱保前为兵陈连理，怎能忘其少万度空尘魂？到后来往日钟情梦恩照，怎能忘黄陵西壁两人生王国上策亲同到先朝廷，老虎官这因为是兵春，常以王婚姻不宽其他报，见国王一笔冲天为之争，所要来我亲征为马言妻子，我是平平才情当夫人，谁知心花无踪影，生死未卜临人境，中朝臣为立王女我不允，只盼等梅花同霜花共尘。
横须万岁！可家里修外为做生须眉。万岁可亲啊！上面奉旨立君的信誉，君心则喜。哈哈哈！正确讲解上是名乱盛情，哪有不喜之理呀？欲望知人知地，万岁请请。此原乃是先王之事，可以谁可万之事，怎比得上万岁的御花园？御花园，可惜怎一从地起火？孤王的御花园，尚会与你进行欲望的事。哎呀，多谢万岁！他我中欲望情意美，本是我连番红雨，忒难听。哎呀，万岁，你来看啊！你们
的慌张要到哪里去呀？夫人，病君恳请夫人方便，最请万岁查问朝堂，可以留病医。什么留病医？从来都没有听见过。夫人，他欲把昆夫宝剑交与病君手上，因此心方原旨。什么宝剑不宝剑的，这样的小事情也敢惊动万岁？徐病君，老爷，朝堂至上，并无留病医其身。老爷也不知道。你老夫上会替你买卖账横，你先回房去吧。是。哎呀，老爷，快来困呐！你快哪怕女儿与万岁啊！做王后了，府上还不挂灯结彩，披红挂罗。哎呀，你呀，老爷，这亲事万岁他可曾已允了？夫人啊，万岁福喜，你婚姻。为什么？谁不依？国宝？什么国宝？下班章，总上心到婚夫前。那徐明君不是说有把昆夫宝剑吗？对，万岁更新，一并设计。有名并接大圣一同召见，稍事即到。你叫徐病君到书房来接我。是。
哎呀，老爷，你进宫回来，先去谢谢，万岁的国宝与我在望。这碗国宝寿好珍惜。家园在，老爷奉旨搜查国宝，前为府门严加防守，合府上下一律不准外出。是。徐边君，你过来。你亲口对我说，有一把昆吾宝剑。你可知宝剑的来历？这把昆吾宝剑乃是我丈夫刘备你的传家之宝。不是，此乃是万岁的国宝。老爷奉旨搜查国宝，要你把昆吾宝剑献出。不，夫人，这把昆吾宝剑乃是丈夫送给于我的定金之物，是我献礼。你啥不见见，谁上加谁？情不自胜，何才之有？要我献剑，万万不能。亚文，随我到他王中受剑。来呀，要将他绑下了。夫人，我妻人，夫人，老爷请。内臣正在查衡，稍事即到，禀大圣，请坐。老二爷请。宝剑收到。老爷，禀大圣，这宝剑收到了。老二爷一同跪恳请。此桥恩光帅爽，此何看我相见？好的把昆吾宝剑，记得35年前，老曾亲见桓光帝将此剑赐予东宫太子，
这应奸臣也，逼得太子负亲身亡。传旨在内，因为当今万岁所有，为何落在刘备之手？问徐秉君一定知道，并借真相见他。把徐秉君带上。几乎老二爷，徐秉君，禀记大圣有话问你。禀大人何事相问？其类实话，是你是徐秉君，正是家是哪里？家之独人，所配无色，牛郎平野，无法为凭，困苦抱歉。不是这般。哎呀，禀大人呐，这把困苦抱歉的是我丈夫的孙家之宝，夫人无良为大，实是冤枉多。大待徐秉君，刘备以投桃国宝，你夫妻串通，为他而战，万贯狡辩。你老二爷夫臣呐，可知万岁有年遭老弱之灾，自我兵劫相救，因其渡兵，革命兵役，旁人不知。兵劫之道，刘秉义就是万岁，万岁就是刘秉义。敬奉万岁之意，到府边见臣臣，迎接娘娘千岁进宫。禀大人，你是什么呀？并且传接娘娘千岁。刘
娘，你见了这进宫，面走身上，过我们，请娘娘更衣。请娘娘更衣，娘娘在好。父神，哎呀，不要气恼了。今日有财政相为媒，你们一同进宫，要万岁许下亲事，写我女儿做皇儿，满朝文武个个称赞，合府上下人人道喜。想不到万岁把你三朝元老恢复的千金小姐不放在眼里，却要这个穷女子父神，去做娘娘，这口气我哪里咽得下？我哪里咽得下呀？哎呀，夫人呐，这神国有旨，不能言讲。万岁不妨就近，实乃神德可奉也。啥？你玩神的可否？哼！这个没良心的落难王孙，当初钱币你花光，配举他做皇帝。他嫌我女儿做皇儿，乃是公平交易。不料他孤户插脚，忘恩为义。父神，你害得你脸上无光，害得我写尽脸面。夫人呐，你怎么作用你老母的？真是岂有此理！用力少主为在风，老夫大事不糊涂。举公事我要照自度今生别风风，我家外高接线佛前，花尽神仙做归途。夫人你休要不知足，自信烦恼是什么？这口气我咽不下，我咽不下。母亲，母亲，女儿，害你做不成皇儿，真委屈死你了。母亲，他们本来就是万难夫妻。还是女儿有接受，你呀，枉为她的母亲。好啊，我为女儿操心，反落得满身不是。你，父神，母亲，父神，哎呀，母亲，父神，哎呀，母亲，父神，哎呀，哎呀，父神。万岁驾到！
臣妻万岁，娘娘流落京城，建昌二姐夫早谢。臣妻万岁，老子国报得第二团圆，理当各位从上。臣妻万岁，大将军屡见公爵为祭，理各位加恩。曹丞相，小儿队伍所以其日，老周公万岁！请他司马大将军何雷何报苗氏王家已经造功，恩报一望7000户。长子何云侧边贼娃，封为左将军；又与何真君言得所女，封为玉美公主。谢子龙恩，请娘娘奉驾进宫。平君。平君来了，爱卿，万岁，爱卿。放下。父妃，你在念妈妈来了。阿爷今日也夫人有礼。琼英，夫人，请妈妈宽恕。是。谢夫人。夫人，不料我的通气话，贵阳好些了没有？也虽好，吃了1年，万不见7年。阿言，夫人，这几天你为什么不来开幕啊？夫人理解，这位徐娘娘临产将近，生命要我进宫，日夜小心，唐雅是儿。这位徐娘娘。在我府上做针线的时候，哪有这样娇嫩？哎呀，徐娘娘福大命大，昨夜已经灵本分灭了。剩下是暖侍女，真是破天之喜，天赐一位太子。
新娘娘生下太子，真叫人高兴。怎么你也高兴？夫人，你不高兴吗？夫人，我有恩于他，当然高兴喽。阿言，夫人，他母子平安吗？太子无妨，这是娘娘难产，需要精心调理。哎，这无人助产，一只脚跨在棺材里，一只脚跨在棺材外。医书上说，夫人面生大过，九死一生哦。哎，好一个夫人，面生大过，九死一生。琼英，夫人，这天大的喜讯，还不报与小姐知道？对，宝玉小姐一定高兴。阿姨，夫人，你姐小儿们是夫人从爱幸福长往来，我保你名扬四海如意中，我保你丈夫升官与发财。你家乡的那场生命案，还在我的手里。哎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非是阿言不远，这是那宫中地院佛养，都需要衣冠献上。我这是着急而已，阿言自己需要先送命了啊，夫人。那你不为想想办法吗？夫人。我老爷权倾天下，尚有三长两短，一切由我夫人担待。夫人。夫人，说说其意呀，我用无子汤。
父子堂，这父子堂常人且不是能送财物房。管少来这张，岂办水与郎？谁是娘娘？最后万岁，好些了。请娘娘用算。最后，今日阴神不清，我的死后请予呀。万岁，臣妾三儿总是无病在身，只怕连累君王，岂望虽造成为重，我要怪母了。自动御病，理当照顾。爱卿。
万子。岂何这次言啊？好像在席上有位吧。喜之万岁御意高。宣。小姨正御宴为娘娘供奉一堂，请万岁姑母。陈玉英，哎，这是什么呀汤？此乃不须引起，请你解毒之汤。何非阳刚便辞？万岁，娘娘虚不随步，这一万万字字。这是小心供奉呀汤。得小姨当面施茶。因何伤水不对？万岁，万岁！娘娘受命于天，小姨自禀而不知天命，倘于忘记，小姨罪该万死，怎不尊重敬敬？其实受命于天，只要你忠心耿耿，心力而为，何罪之有？谢子隆恩。待奴婢赐予娘娘服养。自动随着了，稍等片刻。是。启禀万岁，玉梅获真君进贡团房娘娘。哦，玉梅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有请。参见万岁。玉梅快快请请。朕系天子王储，谁自奉天亲恩，臣君进宫，一来为何上朝西孩之礼仪？不成了。还来吗？托付皇上平替。谁呀？知道玉梅来了。皇上，朕君，皇上保重。归客原来是人君，今生等却真三分。皇上，你莫要虚上此天太兴奋。起义我灭绝心慌，我还不想。实在还不想。哎呀，万岁！万岁！娘娘因什不敬，仍需学会，实不再接事不要，只怕吉凶难料。娘娘我呀，知道。请娘娘我呀。
千金为我情上压起无恙，心翻来。身为自己是无用，哪怕是黄连苦水，我也要疼。这句好了，娘娘保重，小姨高退。万岁！玉妹这次故王稍为了，皇兄今天这里与我相伴，宋王兄。皇上保重。谁想娘娘你们外相思儿？是。臣君想我出生外门，父母双亡，并没有一个亲人。在后父梦里对我百般照应，今日又为我亲上汤药。你的深情儿女，生死同胞。让我叫你一声妹妹，你可愿叫我一声姐姐？怎么会不愿意？我的好姐姐，我的好妹妹，妹妹，你的恩德，这怕今世难以报得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连日来，我神思恍惚，饮食不进，只怕我的病是不会好了。姐姐，父生才儿，九死一生，万一我一病不起，我有一桩大事要委托妹妹，你千万要依允才是。姐姐，你宽心养病，与我为难之事，小妹理当承担。如今一死之后，这是君王生儿，娇儿失去母爱，只有妹妹你当娃儿，我儿才有福平安，我也可放心了。姐姐，妹妹，姐姐。
困无报警，是君王与我的定情之吻，今日转送于你，你怎能一语于己，去水下这把曾经？姐姐，你快西洋你吧，你不肯依约，姐妹妹，不须抱歉，伤泪缘，生是无可心托配。你去试试吧。点几几传奇，起过困夫妻。愿苍天保佑姐姐凤天姐姐，妹妹，姐姐。时光不早了，你为夫去吧。姐姐，保重。
不养不救，什么风轻病重，莫非这样重于头马总？万岁！玉妹为我亲上汤药，哪里有懂？你不要错怪御医了。快把小娃儿抱来！快把小娃儿抱来！爱卿，来了，平君。
层层
君，平君。进宫来了。谁小兄弟，快去迎接老夫人。是，万岁，我母亲来了。哦，不妨，王府内今在职场，国王在那边等你便是。只是万岁先一步，臣妾随后求来。
贝女儿，传见娘娘千岁。母亲免因不离。哎，母亲才上生女儿一把。女儿，咦，我那万岁女婿呢？万岁在王府里等女儿去奉宴你。啊，阿爷，夫人，我们来的不巧了。夫人有事去世，是人寻走。母亲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女儿啦，你为君王做万岁，儿为王儿送前去，三为那无有王子你今日得来了临爱苗艳。明天王后许是40两里3里苗芽，这小王子不用。多谢母亲。琼姨，娘娘，你快带玉衣去领丧。多谢娘娘。想你家这样叫就是娘家小王子不用。夫人，哎呀，夫人啊，我丈夫久别及胜过，满腹牢骚，万一此事作样出去，夫人，我在望等候佳音。母亲，说嘛，女儿，为娘要你在万岁面前美言几句，借阿爷你丈夫封过都为他官。母亲，这是为何？阿爷他是我幸福之人，他帮我的忙，我是他的女儿。你爹爹铁面无私，此事我只好来救你了。母亲，弟弟他铁面无私，女孩我更加不可。女儿，你啥不依，为娘我就为难了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，娘娘，万岁请娘娘到房屋里饮居。知道了。母亲，我女儿，家燕丈夫封官之事，你在万岁面前美言几句啊？母亲，此事断断不可。哎呀，女儿，有一件事，你爹爹面前不好说，趁此刻思想无人，我就与你直说了吧。母亲，你有什么秘密？在那个虚实前生，做了我女儿的王儿包容，使我气恨难消，与阿言商量，用了一万父子汤。父子汤。母亲，你生女儿是小王吗？句句实言。母亲，你怎能做出是伤天害理之事？女儿，你说话可要凭良心啊！是你做王后，又不是我做王后。此事你知我知，事实不算，偏为不孝。
轻轻操琴心，痛断肠。呀，是王儿，我。
岁劝他也是不亲，是我亲上讨厌，劝妻妻也像是送命的刀样。若不是我害死了妻妻，若不是我害死了妻妻，知道你这么歪在这里，孤王在王屋里等你多时了。怎么了？莫非谁了你母亲委屈不成？快在孤王坟上不要口了，在孤王王屋里饮酒去吧。姐姐，子彤，你究竟为何啼哭啊？放心，姐姐他怎么了？娘娘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子彤，娘娘，子彤身体不善，还是无那中医，我要去吧。万岁，我不要吃药。万岁，我不要吃药，我不要吃药。这道急了。臣有节事启奏万岁，云儿请与我节事。今有太原上事，告发神谕前，与许王儿永下御帐，请万岁顾过。所向从一云捉拿到案，引将巡贼辞呈立尊。老爷，小爷治病而不知天命，身为此事将在于我，实在是冤枉啊！听你申诉之言，却是无罪之人，夸夸其来，自取得哦。老夫为你做主，便你冤枉去吧。不谢老爷，夫人，我需要去对安了，再不能为你治病了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！夫人，夫人病发，这便是何时好啊？夫人，我来问你，夫人之病是何治的？老爷，夫人气足于胸，交通于心，小爷真这几句，时刻不离左右。倘若一时恍惚，只怕后果难料。老爷，不是，老爷，你枉为三朝元老，旷世功臣，竟不管抱一个小小的女医为我治病，你哪里还有什么夫妻之心啊？老爷，夫人到昏过去了。夫人，也
也罢，此事与我做主，已快被老夫人自便去吧。不行，老二爷，夫人来，夫人，卞二爷，卞大人求见，来得好快，有请。有请卞大人。我见了卞大人，请受接受。不知道府何事？今有太医院上市，告发神举县有没虚妄二字言语？不用多讲，正玉也是我老妻幸福一归，一日光明，一向忠心。没虚妄儿，绝不可能，这是冤枉老二爷。宫廷大门飞进上，我苦草虽真冤枉。九二爷叫这杀人一万，并借树当插几脚，起兵来把一怪放，时刻记取无声旁。只是老夫明真相，因何不能从商量？王儿一并上，今天同的是一张荣雅玉章，李天才下官怎能不升堂？今生不愿王夫人，妹王儿是虚光，把他父真有名证，我女亲口张牙堂。俺王爷夫妇郎牙堂，真多是财不王。无风则一定才香，无风起浪还衰凉。明察去好报身上，只叫无辜人欣老赏。夫是与帝王将，不用你来冷断肠。亲临本官这内幕，不是记者进文章。难道老夫不追问，为没这厢一袖长枪？不出门里是情啊，与谁仗义？我想胡闹，大代兵器汉江与我送口。卞大人，请。老二爷，你一身正直，老身侍从，
有狂混之情，无争执之威。然后今天偏听夫神无端，置生命不顾，置生命之草菅，自此不惜阳间。那位鞠躬称王。老二爷在生之年，万岁不为将才，自恐8年之后，自身富贵难保也。心
贤弟，老爷。万岁有旨，将火线押上殿。是，火线上殿。何仙，你可知财吗？臣妾何才之有啊？你个陈玉也没还虚妄而亡，你可知悉？啊，臣妾不知。上生子女分明是你外相的爱。哎呀，万岁呀！想当年，万岁报得身家登基，立下万世之功，如今羡慕四国为害，万岁就要将财于我。那声预言潜逃财王，不知去向，使我姊妹与我并争。大胆何仙，神预言已经落网造功，是你自私妹虚妄儿，杀身便知父子堂。可恨你们虽们过不必，自从皆为靠名气，吞心又和生无的妹，王与红杀气，双恶道的终于报天发挥，归不可弃。下火前当是天牢，岂是其才？万岁！万岁！救你！娘娘救你啊！臣妾万岁！许王儿母仪天下，传诈不罢，神铁空文，徐家或县陈玉言，跟我万幸，以及有外文。朕启万岁，
好些见到边关，分明与长子通动谋反。今晚才说到黑兵权，家好将暖门草战。臣7万岁，霍正军母女同谋，夺取东宫之位，应该将霍正军选上进谏，一并辞职。皇娘娘请求上帝。他来得正好，他来作证，应是为母就近，请举开恩。平时开得在朝，为下视听。下儿下过，律法虚人，既然可知，但此事上有不明之词。宣子，万岁有旨，宣皇娘娘上殿。臣君上殿，非乃你说话何才？我知情不报，却万岁将我逼走了吧？朕请万岁，霍正军遭人之情，分明是母女同谋，还是虚妄后是什？母女同谋？臣7万岁，那一则寓意今日之事，是霍正军关进宫去，侵占他阳。这不是母女同谋，还是了虚妄儿，于是什么？什么还是了虚儿？你快把这气将来，霍正军归天上是泪。
生见证见起，你真他真是为我却死成冤魂。真君我不应答对，托孤城。苦涩心情，情长压塌。强原来乃是从西心上与梦同美，害死了病君，骗取国王一片之心。来呀！有郭成君哪里不好，欺君罔上，非是王该之的当色冷宫，求回母女一命之财。万岁！朕以为破邪杀人死生，母女同门是冤。何以见证？万岁！杀死后圣君，母女同门，太子也能报歉。此事甚以撒方所设，有谁向琼英可作证？臣是得向琼英上殿。万岁！我娘娘冤枉！母女心早有相忘，我娘娘是大王有官场，杀死不幸与民争，小小两人尽尽亡。何来此样凄厉之话？万岁！此乃是夫人与臣预言送去小王子的图样，娘娘再为此样，先于因果室内，那因果吃了便死。是啊，倘不是娘娘答应，小王子早就性命难保，请万岁明鉴。快叫真君杀回来！幸亏爱妻听信，谢谢国王为情了。启禀万岁，霍真君来了。臣服霍真君，春备万岁。臣君。
为情为穷言不明，从今儿天大来了多别开，故外乱作无花神。也不能告发娘亲之罪，还不能生起积极之愿，尚不能报陛下知遇之恩。真请我父的母亲不管几岁是坤父报亲。陈君，你辛苦练谁苦事？故王要谁为臣民，连你为主公万岁！臣意为不可。万岁！神也知和臣君心地善良，并非与恶魔同门，虽知心不报，气脉深长，但他保护王子秀公，也能功故相抵。赵王其实是为何不能列为主公？万岁！只是那霍县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让霍神君当上皇儿。此今霍神君一遭牵连，杀身结账总攻，只恐怕举国上下深信难题。你什么时候出子？为是招太公，不得私情天烟。万岁！万岁！若为荣幸之事，而不能生同个死爱之情，我为举国并天下。万岁！但是。真情